在地人在地前，继续要来介绍这位真出名的服装设计师林国基。伫伊的家乡云林大溪的海口故事厝，来展出着女娃的画作的展览。林老师并且来宣告讲，伫这2年来，就会为服装设计界来退休，来投入着画图的领域。另外，主办单位即个嘛准备着公益的音乐会，要帮家扶中心的囡仔来筹募着奖学金，为社会来尽一份的心力。伫大溪海口，服装设计师林国基伊的创作画展览已经开始啊。透过展览，老师嘛宣告讲，伫2年来会为服装退休开始画图。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其实我收藏20-30年的纽扣呢，我都把它应用到这一次的设计里面。这摆已经是林国基老师第2摆展览，有真侪迷众来观赏。我觉得小时候的女孩子跟妈妈的缝纫机下面的抽屉，其实都有一个小盒子、小铁盒里面的纽扣。那我觉得这样的纽扣其实带给我很多的小时候的记忆。透过这个暑假，希望非常在地的这些好朋友们能够来观赏这样子国基老师最顶尖的一些策展。这摆展览除了有丰富的音乐会演出，林国基老师更加捐100图来做义卖，钱会捐予云林家扶中心。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到现在呢还差了200多万。我们希望各界能够伸出你们的爱心呢。这个展览到9月26，有兴趣的乡亲会使去行看看咧。